come boldly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Yes, we worship. To love and worship you and listen to your voice. You are our Father, and how our hearts rejoice. So we praise you. Sing, we love you. We love you, Lord. Jesus. Praise God. Praise Him. Praise Him.
here just to seek your face. Tonight we come boldly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Yes, we worship To love and worship you and listen to your voice. You are our Father, and how our hearts rejoice. So we praise you, sing we love you. We love you, Lord. Jesus. Praise God. Praise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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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ave assembled to praise the one we love. We join the chorus of the angels above. Oh yes, they sing hosannas and
come boldly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Yes, we worship To love and worship you and listen to your voice. You are our Father, and how our hearts rejoice. So we praise you. Sing, we love you. We love you, Lord. Jesus. Praise God. praise Him. 虽然会友拢会，咱的会友拢较慢，袂要紧，咱先唱咱熟的歌，来看413首，433首，恳求上帝施恩赐福，来，咱先听金段一遍。再快一点。来，第一集预备，来。恳求上帝施恩赐福，多有智慧安乐，是大是小，心主基督，大家三条和睦。那个第一节后面那个照拍数，它后面哦5拍，你就照5拍，不要提前，要不然会乱掉。
好，大家真熟的歌，速度唔好伤慢，无的吼，咱的习惯拢会愈唱愈拖。来，歌词甲咱提醒一下，第二节，是夫足助好，父慈子孝是夫足助好，这大家应该唱久啊，拢应该知。过来第二句，夫妻保乐，保乐，过来第三节，咱看第二行，待人接物，唔是抬人哦，是待人接物，待人接物。过来第四节，第四节，第二行，学是快乐，学是艰难，这大家拢较无问题。来，咱来唱第四节。来，安稳守己，健健地照，不怕风中所有，也是快乐，也是艰难，求主守关平安。甲咱提醒一下，唔好唱伤慢。再来第五节。第五节的第一行，咱看上尾迄几字看第二句，正嘴爱电龙，毋是伊电咯，咱咧讲的伊电话，伫咱遮白话字是爱电龙，请咱特别注意这字。过来看下一首199首 A。199首 A， 这首咱毋捌唱过来，咱先听琴，豆啊弹，咱对咧，对迄个音来走。来，搁听一遍。来，咱豆豆唱，先慢慢唱第一节就好，预备，来。至尊上帝至仁爱，照顾咱人和关怀，你的万民创造，难有信心来何塞。我甲咱说明一下，实际上伊的速度无遮慢，咱听起来那甲像台湾的古调，无毋对，这是一寡前辈因做的诗歌，现代人较袂晓唱这款诗歌，咱加唱几遍。来，同款的拄一个速度，第一节再来一遍，来。至尊上帝至仁爱，照顾咱人和关怀，你的万民创造，难丢信心来何塞。好啦，咱速度慢一寡。来，至尊上帝至仁爱，照顾咱人和关怀，你的万民创造，丢信心来何塞。
来，第20个歌词，甲咱提醒一下。哦，来看第一行的第2句。哦，龙探魔鬼惊歹代，你若看姓氏的兄弟，迄恶事伫咱白话里爱读歹代，这应该较无清楚。哦，过来第2行，放长树欲灭天命，哦，毋是喵，哦，毋是逆天喵，逆天命，这意思就是命令，上帝命令，所以爱用命。咱来唱第2节，来。不朽朗朗心魔，龙探魔鬼惊歹代，红将树有别天命，要见我上来跪拜。来看第3节，咱看第2行，显出仁爱，互人信。哦，互人信，毋是甲人信，是互人信。共咱提这看信息啊，这特别注意，互人信这里。来，咱来唱第3节。来。高小兄弟的面，这个耶稣刚来，献出仁爱互人信。来看第4节，迄歌词，佫甲咱提醒一个第2行，这2字大家应该较无问题。福气满满，招悲，哦，这2字招悲，会晓背会的兄弟，伊小可好一个，伊就互伊出来。哦，然后永远享受无跨碍。哦，来，咱来唱第4节，第4节。来。阿着光辉心可主。我甲咱提这一遍，这首诗速度无真慢，你唱慢吼，会愈唱愈拖。啊，我有请司琴吼，带咱的速度，所以唔好慢。敢若伫上尾啊节、上尾啊句要去休息，咱才小可慢一下。哦，啊，大家提醒，好，咱到这。啊，这平安，咱准备心来礼拜，咱先来吟会前的诗。耶和华早起是你会听我的声。来，耶和华早起是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来的我的祈祷，望你。咱备饭心来礼拜，听听福音静听。
我看主常常伫我的面前，伊踮伫我的正平，互我免摇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志快乐，故我的肉体也要伫噩梦中，因为伊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也无互你的圣者拄着幽难。你捌用活命的路指示我，要互我伫你的面前满心快乐。咱来吟圣诗第199A， 至尊上帝至仁爱，请咱起立。咱念这首诗的时阵，莫慢吼。咱要由原徛的，要用长老教会这种告别的第3段来告别咱的信仰。愿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角管理世界。总是人有罪，误用这的温事，迫害人万米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真神的心。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放，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诚侪新创造的人，互世界诚侪，诚侪。咱来交托启文第33，正诗后壁文启文第33，以赛亚40，启文第33，现着我来启。请咱兄弟来引。启文33，恁究竟要将治罪比评上帝？恁夜目看顶面，叫小目带遐个万军出来，因为伊的大权能、大气力。雅各啊，你啥事讲？我的道路稳踏伫耶和华。你兼袂知嘛？你兼袂听见嘛？伊无夜，也无神。夜神的伊，互伊气力。
少年人也会也会善，勇壮的人也会跋倒。伊要亲像鹰鸟展翅飞悬。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万权能的爸上帝，你是神，你是真神上帝，你也是阮活命的救主。你的名堪得阮学乐，阮是受造的物那领。你怎样款待阮？你互阮所徛起的所在是极其的水，关山、平洋、大海，拢是你为着阮来创造的。阮要敬拜、学乐你的圣名。主求你帮赞，阮是伫罪恶中所生的，阮常常伫罪恶的内底。主求你圣神，不管是替阮来代求。当阮的心白白的时阵，当阮欢喜过头。袂记得你的救恩的时，你拢替阮来代替。主上帝，求你也帮赞阮的兄弟，因为阮知你是神，是真神，阮就敬拜你，是要用真神，用阮的专心。专意来敬拜你，无因为人的关系，因为这人是会长，因为这人是我的亲情，因为这人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就来赴聚会，我就来礼拜。主啊，求你帮赞阮，消除阮的罪愆，阮伫你的面前。是极其卑微的，你少年阮是土粉所做，尤其伫疫情的中间，阮时常贫惰，阮想讲，阮会当山顶礼拜，拢是同款敬拜，阮袂记得你的话。阮常常忽略正道的相通，主求你赦免阮，也求你帮赞阮。伫这个疫情的中间，阮搁较来思考，怎样甲你的性命有结连？怎样要甲这个无捌你的名？的亲情、的朋友，来讲起你极其奇妙的生命，改变了阮。怎样将你这个福音好的消息，传播伫阮的四周的顶面？虽望阮袂晓，阮袂堪，总是阮确信。你上天了后，找圣神到阮三角之地，阮逐人有圣神的扶持、帮赞甲保护。阮确信，伫即个中间，伫即个时阵，阮若好好来读主你的话语，照念主你的话，阮要日日更新。逐工拢做主耶稣国活的见证，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俄罗圣歌队要带咱俄罗上帝的诗歌是俄罗以大尊名。感谢圣歌队吼，带咱同齐俄罗主大尊名吼。啊，伫每一日新的开始，咱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的第1节到42节。啊，咱今仔日要读的经节有较长吼，啊，咱兄弟同齐甲我来读吼，伫。我是用台语汉语本107页，约翰福音第4章第1节到42节，我来读。主已经知法利赛人听见耶稣招着学生，也甲因行洗礼，比约翰较济。其实耶稣家己无行洗礼，是伊的学生行伊，又离开犹太，搁去加利利。就对撒玛利亚经过，对安尼到撒玛利亚一个城，名叫苏加，近雅各互伊的囝约瑟的地，伫遐有雅各的水井。耶稣行路先，就安尼坐伫井边。迄时约略日中昼，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来抢水，耶稣甲伊讲：“请互我啉。”因为伊的学生已经入城去买面通来食。撒玛利亚的妇人人甲伊讲：“你是犹太人，安怎样对我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讨水啉啊？是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耶稣因伊讲：“即使你捌上帝的恩赐，甲对你讲，互我啉的是水。”
你得卡求伊，伊就用活水互你。有人讲，主啊，你无像水的器具，井搁深，对打落有迄个活水啊。阮祖雅各留即个井互阮，伊家己甲囝儿甲前生拢啉即个井的水，你嫌比较大嘛？耶稣因伊讲，啉即个水拢要过喙焦，独独见若啉我所要互伊的水下，永远袂喙焦。因为我所互伊的水，要伫伊的内面，诚侪水泉，直直冲起来到永远外。有人对讲：主啊，用即个水互我袂喙焦，也免来遮远唱。耶稣甲伊讲：去叫你的丈夫才过来。有人因为讲：我无丈夫。耶稣甲伊讲：你讲无丈夫是对，因为你捌有5个丈夫，但所有的毋是你的丈夫。你的话真正对。有人甲伊讲：主啊，我看你是先知，阮祖捌伫即个山敬拜。若是恁讲敬拜的所在应该伫耶路撒冷，耶稣甲伊讲：有人啊，着信我，时要到啦。恁敬拜爸，也无伫即个山，也无伫耶路撒冷。恁敬拜恁所毋知的，阮敬拜阮所知的。因为拯救是对犹太人出，若是时要到，现今就是。真实敬拜的，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因为爸是爱即号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有人甲伊讲：我知弥赛亚得要到，伊若到，要用一切的事甲阮讲。弥赛亚翻译就是基督。耶稣甲伊讲：我即个得甲你讲话的就是。迄时伊的学生到，奇怪伊甲妇人人讲话，独独无人讲你要什么代志，也是讲你啥事甲妇人人讲话。妇人人随时放下伊的水盘入城，甲人讲：来看，一人我平素行的事。伊拢甲我讲，即个总无是基督啊！伊就出城来就近耶稣。当时耶稣求伊讲：rabbi来食。若是伊甲因讲：我有米粮通食，恁所毋知的。学生就三甲讲：敢有人互伊食嘛？耶稣甲因讲：行找我的旨意，来明白伊的工。就是我的米粮。恁兼无讲，还有4月日就收割的时到嘛？我甲恁讲，夜目看远已经熟通割啦。收割的人得到工钱，接住5角到永远，互夜种的收割的3角欢喜。因为俗语所讲，这个夜种，迄个收割。对安尼真正有影，我找恁收割恁所无着磨的，别人已经着磨，恁享受因所得着磨的。迄个城有撒玛利亚人多信伊，是因为妇人人干净讲，我平素行的事，伊拢甲我讲。对安尼，撒玛利亚人就近耶稣的时。求伊甲因带，伊就带遐2日，因为伊的话来信的人搁较济。甲妇人人讲，阮担毋是对你的话来信，是亲身看听见，知伊
真正是世间的救主。现在，我心坚定来遵从，我心情在对你应供，提醒我的主。现在，我心恳切来遵从，我心情在对你应供，提醒我的。下面正道林碧堂传道书。真感谢长老甲独行教会邀请，甲大家三甲分享上帝的启示。咱三甲来祈祷。至圣的天父，感谢你呼召阮会当做伙来敬拜你，由你的圣神感动阮，互阮会当明白你的道理，佮欢喜来顺探，去做教会，利益这个社区。荣光你的性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前几月日，我接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通讲是甲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有关系，因为这个消息真特别，所以我有印出来，今仔要读给大家听。1900多年来，迄边2000年啊。有侪人议论我的代志，就连前几个月日，牧师嘛讲过，有人讲我道德生活无单纯，有人讲我暗时啊无满足，有人讲我性情无稳定，嘛有人讲我实在是嫁唔着翁，一直嫁了唔着，嘛有人讲我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嘛有人讲我欠亏真正的疼。这个代志真多，传说嘛真多，我嘛真有兴趣来听。大家出发点嘛拢是好的，总是我希望大家若想要搁较了解我，我互大家三个线索，为这三个线索来思考我甲耶稣基督以及全世界的福音到底有甚物款的关系。头一个线索伊安尼写：中道毋那是中道，这是头一个线索。中道毋那是中道。第二个线索，讨水啉毋那是讨水啉，这真特别。讨水啉毋那是讨水啉。第三个线索，丈夫毋那是丈夫。所以这三个毋那是引起我真大的兴趣，就去查考圣经，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到底想要讲什么。我认真去编圣经，把所有中文的圣经拢看过。啊，中道士就是中道士啊，啊无是安怎？日头赤炎炎，虽然顾性命，敢毋是安尼？总是伫日本话圣经内底写6句啊，第6个时间。我就真有兴趣，讲哪会有无共款的翻译，就是去编希腊文的圣经。伫初代教会主前4世纪的时阵，甲以前，圣经无论新约还是旧约，拢是用希腊文来写的。犹太人甲因的旧约圣经翻译做希腊文，基督徒就是用希腊文的圣经来读经。伫所有旧约讲到中道这个字，就干那写中道。总是伫新约，拢伫福音书内底，迄个中道拢是写第6个时间。第6个时间
第6个时间，照犹太人来讲时间是中昼时，无毋对。总是为什么是第6个时间？第6个时间有啥物特别的意思？啊，7个就完全，所以完全的时间得要到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拄到耶稣的时阵，是伫第6个时间。伫福音书内底，第6个时间，耶稣伫创啥？伫第6个时间，耶稣吊伫个十字架顶面，得要死啊！迄是耶稣死的时阵。耶稣死，要国活，要完成拯救世间众人的工程。时间得要到啊！即马就是耶稣得要完成伊的使命，咱得要甲耶稣做伙，伫永远的时间，伫圆满的时刻内底，就是即个时刻已经等足久，等到第6个时刻得要到啊！所以中昼时毋那是中昼时，这是第1个线索。第2个线索说，讨水啉毋那是讨水啉，这个搁较趣味，因为撒玛利亚人上对重5经，因的5经非常的熟，大家毋知影有读旧约的圣经啊无？什么人伫井边发生什么代志？敢有人伫井边发生代志？有，什么人？哦，对，雅各伫井边创啥？雅各伫井边拄着伊未来的太太拉结，雅各抢水，互拉结报仇伊老爸的羊，拢饲到饱。雅各拉结来求婚啊！啊，佫有无？什么人伫井边拄着代志？哦，我听到有人讲摩西啦，摩西伫逃走、伫逃命的时阵，走去米甸遐。伊伫古井边拄着什么人？哦，迄边有声顶头，拄着叶德罗的7个查某囝，7个查某囝互各样的人欺负，摩西甲7个查某囝拢解救出来，佮甲叶德罗的羊，互因啉好饱。啊，叶德罗就甲摩西接转来厝，甲伊做伙住，佮甲伊其中一个查某囝西坡拉嫁互摩西。这是第2个。啊，敢有人伫井边发生代志？敢佫有人想到？有哦，什么人？较大声的？哦，阮囝讲亚伯拉罕的罗伯啦。亚伯拉罕的罗伯为着什么人去娶某？为着伊的囝以撒去娶某。伊安怎娶某？亚伯拉罕的罗伯是毋是到一个井边？啊，讲哎呀，我要为着我的小主人找到一个适合的太太，啊，迄个是啥物呢？求上帝，互我一个条头。若有人抢水互我啉，佮将我的骆驼拢饲好饱，迄个人就会当成做以撒的太太。迄个人是啥物人？好礼别甲真好。所以耶稣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讨水啉，这是啥物意思？耶稣伫创啥？较大声的，毋免惊，这个答案会互你着惊，我知。哦，我听到啊，有人讲吼，耶稣撒玛利亚妇人人求婚啊！哇，这实在是非常不得了的答案，竟然是伊求婚的。因为真正的3个拢安尼做，耶稣嘛安尼做。撒玛利亚妇人人讲啥物？你是犹太人，甲我讨水啉，安尼你敢正经？你有正经啊无？因为经文讲吼，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无往来。顶届地人拢讲撒玛利亚人是杂种，对无？撒玛利亚人认为家己才是正统，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撒玛利亚人讲吼，恁犹太人想过对重先知的架势，恁伫意思啦，叫阮撒玛利亚人爱甲某囝拢离掉，互太太变成寡妇，互囡仔变做孤儿，都是为着恁所谓纯正的血统甲信仰。安尼敢有真情实理？安尼敢有通？而且我甲恁讲哦，阮撒玛利亚人是啥物人留祖产互阮？是约瑟为因老爸雅各得到这个土地。创世纪48章写啥？雅各要死进前，
叫约瑟带伊两个囝来，雅各甲伊两个囝祝福，安怎祝福？雅各是安尼祝福吼。以后人要指你指约瑟来甲以色列人祝福讲，愿恁亲像以法莲、亲像玛拿西一样，安尼，敢有明白这个意思？恁犹太人若是无明白，安尼我就讲互恁听。就问约瑟的囝以法莲甲玛拿西是甲什么人生的啊？敢有人知？敢有？甲什么人生的？哦，迄边有声，安城祭司的查某囝生的啊！埃及太阳神祭司的查某囝生的。啊，约瑟的囝，敢毋是杂种的杂种？祭司的查某囝呢？你甲祭司的查某囝通婚一个犹太人，啊，雅各就无伫管遮的。恁后续犹太人，你讲阮杂种，讲阮是上帝受气的对象，恁吼伤过头掠准家己的信仰纯正，伤过头骄傲，认为家己才是真正的对。所以这是第二个线索。讨水啉，毋那是讨水啉。过来是第三个线索，这个字可能较细。这个线索是讲丈夫毋那是丈夫。这记载伫列王记下卷17章，亚述王对巴比伦、古他、阿瓦、哈马、甲西法瓦因千刷人来带伫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甲其他5个族群徛起的事，佫无要紧。巴比伦人就，你会看到，这拢是因的神明。苏甲比勒，古他人做月甲，哈马人做阿西玛，阿瓦人做撒哈甲塔尼他，西法瓦因人用火烧囝儿。献予西法瓦因的神明阿迪米勒甲阿加米勒，所以你看，这是因咧拜的神明。以色列人用什么来比拼上帝甲因的关系？用什么来比拼？敢有人知？以色列人用什么来比拼人甲上帝的关系？哦，顶落讲用婚姻。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翁婿，以色列是耶和华的某。咱读好些就知，若是以色列人拜其他的神明，就是背叛耶和华，背叛上帝，去甲别个查甫人做伙，别个神明做伙。所以咱伫遮看到有5个神明，5个以上啦，因为5个无共款的民族将因的神明踩伫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有敬畏耶和华，总是国不忠，因为政治的因素，因的血统、因的信仰，互亚述帝国来套滥，因必须爱服侍其他的神明，这是政治的原因，强迫人去服侍其他的神，来背叛耶和华，背叛上帝。总是后壁经文有讲，雅各就是伊所称作以色列的。伊无讲，干那其他的犹太族才是以色列。伊讲雅各所有的支派拢是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意思？上帝统治的人民。这敢顶个月林牧师有讲。好，即马才有5个翁对无？5个民族的5个神。丈夫毋那是丈夫，丈夫是神啊！我来小解这第6个。这第5个已经真嗨，用火烧囝儿来献祭。来看第6个。这第6个是什么人啊？这第6个吼叫做罗马皇帝该撒奥古斯都啊。咱的白话叫 October， 就是为着纪念这个该撒，纪念这个皇帝啊。August， 8月奥古斯都。所以原本的8月是 October， 因为这个皇帝甲另外一个皇帝插入来，迄个8哦就变10啊。奥古斯都就变成8月，这是罗马帝国的严格啊！这个严格啊一面是什么人？就是皇帝的头上，伊的另外一面
是罗马和平女神 Pax 的像，顶头阁有一撮字，叫做 Caesar de Helios， 该撒神明的囝。我讲这个搁较害，因为进前迄5月，我知影爱敬畏神明，虽然敬畏的神毋对，方法嘛毋对，粗残也无好，总是这个第6个翁是上界无好的。伊讲我就是神，你来甲我拜。罗马帝国伫逐所在拢有采罗马神明甲罗马皇帝的像，叫大家来往伊效忠。咱英国伫台湾吼，嘛有日本的天皇叫咱来往伊效忠啊。伊是天照神明的化身。啊，即个咧和平女神的囝的头像比和平女神搁较大身。我就是神明，我就是恁的翁，我强迫恁甲阮斗阵。唉，所以撒玛利亚妇人人讲啥？对，你讲的是对，我进前有5个，即摆第6个嘛毋是，因为我应该拜上帝啦。讲实在是安尼。耶稣为什么叫撒玛利亚妇人人去叫因翁来？啊，要共娶，就要确定对方是毋是有翁婿啊，对无？你若无翁婿，我才会当甲你娶。所以耶稣叫撒玛利亚妇人人转去，叫伊翁婿来。伊讲啊，我无翁婿。安尼，咱会当搁讨论其他的代志。撒玛利亚妇人人，通讲是规个撒玛利亚民族的代表。耶稣邀请撒玛利亚所有的人来甲耶稣建立亲像婚姻迄款名约的关系。为什么是用婚姻来表示？这个譬如敢真奇怪，上帝是翁，无论查甫拢是伊的某。安尼上帝是毋是一个人有爱所有的人？敢是安尼？其实所有的譬如拢有伊的中心，甲伊重点。伫所有人间的名约内底，跟他婚姻，较会当来形容上帝甲人的关系。伫婚姻内底，人会当超越种族、宗教背景的差别，亲像拄则所讲的，恁犹太人甲阮无地带，撒玛利亚人甲恁无往来。婚姻会当超越种族，超越各种无共款的差别，超越社会地位。超越无共款的想法，无共款的意识形态，无共款的背景，无共款的政党，无共款的国族，无共款的信仰团体。这是什么？这是杂种的福音，这非常的困难。我知影教会内底有侪人伫韩国的纯福音教会得到造就，有的人亲像我的爸母，无要去，无要去韩国；嘛有人亲像我的丈母甲丈人。有去基督山，我的丈母先去基督山，一抓转来了后，热心祈祷。伊讲吼，咱就伫长老教会内底参与社会公益，所以伊伫教会内底、教会外口伫乡里，真正是真侪送香。所有的送香人，若伊知影的，拢得到伊的帮衬。这是伊对基督山转来了得到的启发。伊就甲因翁，就是我的丈人讲吼，你嘛一定着去一抓啦。我的丈人吼，果不其然，就去啊！一抓转来了后，就甲薰几10年的薰就改掉，无搁食。本来无啥去教会，了后就热心伫教会侍奉，变成一个长老。你看，来想，平平一个纯福音的基督山，都有遮尔侪无共款的反应。何况是咱是啥物？咱共款是杂种的团体啊，总是杂种无要紧。要甲上帝建立盟约，只要神甲真实来敬拜，就会使啊！我想到一件事吼，以前我因为做兵伫马祖住过差不多1年啊。迄当阵马祖有天主堂，迄当阵天主堂拢会派一个修女伫遐，叫做赵仁爱。即个赵仁爱本地伫中国宣教，因为战争必须到马祖，互派到马祖。伫遐福，迄个伊袂晓讲福建话啊。马祖讲福建话，伫咱的小学若有囡仔读小学，顶头拢有一个语言调查，因就写吼闽东话。即个赵仁爱修女的，甲因语言袂通，当时伊进来做工吼，做工约了40年，接生1000外的马祖会行行顺顺啊。做工40年遮久哦，伊无引带任何一个人
来教会领受洗礼，啊，教会嘛是干那一户信徒尔。啊，咱的教会内底就可能想讲吼，你做工40年，啊，结果拢无带人领洗礼，无人信主，安尼是毋是甲你的教会收起来好啊？咱可能拢安尼想啊，对无？总是伊毋是安尼想，40年伫遐有信徒也好，无信徒也好，伫天主堂内底也好，伫妈祖像边仔也好，妈祖都知影晓采一个妈祖像足悬，往中国迄边。伫人的房间也好，伫家己的厝内也好，拢无要紧，用家己的神、家己的真实敬拜上帝，安尼就会使啊！我想着吼，咱伫台湾嘛是生活伫杂种的中间，甲撒玛利亚人共款。撒玛利亚有采足侪无共款的神，甲无共款的神庙伫遐。咱台湾吼，遮有土地公，遐有城隍庙，隔壁还有大甲妈，足侪无共款的南斗阵啊！毋若家己的家己的大家官伫厝内底有菜神主牌啊，阁有菜不相。咱伫公司伫咧做工课，伫办公室，甚至电脑顶悬拢爱放一个乖乖，阁袂当过期，是毋是安尼？杂种的福音，伫杂种内底，咱要怎样来传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啊？甲有啥物方法？有，就是咱定定伫读的新的诫命啊！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三听，干那三听，会当起造咱的教会，互咱的教会是杂种，总是埋往甲基督迄款亲密、久长、超越一切差别的名誉。咱会当来检视咱的教会，咱的组成。敢是各种阶层拢有，敢有反映社会的背景，敢有伫社区内底邀请各种无共款的人，甲咱大家做伙敬拜上帝，三甲来祈祷。主耶稣，你用婚姻的名誉来启示阮，因为这个名誉会当超越一切的差别，独独敬拜你，互阮。对北社、对偶像内底得到讨棒，知影只有你是真正的神。阮安那要跟对你，求你的圣神引带阮，帮助阮，照永远的名誉来行，三听到落尾。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搁来吟圣诗。圣诗第433首，恳求上帝施恩赐福，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恳求上帝施恩赐福，保佑一家安乐，是大是小。真主基督，大家三听好，有主祝福，有切保留，兄弟姊妹好。人生基督，困他圣经，正做小主家庭，愿家大细，对主行道，所行照主。花朵，爱恁家父为主坚行，凡事做主坚定，安分守己，敬虔知足。
请坐。即来咱要来奉献，由姚生执事甲朱会执事来施献。咱若头一届来教会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咱毋免奉献，不要紧。谢你，主啊，感谢林碧堂传道师今日带来信息。主啊，阮要重新甲你结连，用三听去做阮的教会，也正做阮的社区的利益，引带侪人来认捌耶稣。主啊，这是阮也献上阮的担保，正做圣工的路用。阮的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免。请坐。我来通知甲报告，未报告的大声，咱来欢迎一位新的朋友吼，周文斌吼，请伊站起来。吼，咱甲拍鼓啊，欢迎，多谢。这个是我的旧厝边啦，我3岁死老母了7月搬来市政府宿舍的时阵，也未市政府啥，搬来民权路吼。伊是阮的厝边啦，伊的爸爸是大师啦，所以讲我自细汉的时阵，当我看到伊有熟悉，但是毋敢甲认啦吼。这甲阮阿东哥哥吼，共年比阿东哥哥加1年厝啦吼，43厝伊厝咧做电子业啦吼，真欢喜，佫看到伊啊，嘛通来甲伊交陪。因为较早住伫民权路的时阵吼。阮来旧厝边啊，周文斌我叫伊阿斌哥哥啦吼，欢迎伊。无想到甲遮侪年前，40-50年后，佫伫教会相拄啦。迄甲我讲，伊有前几日对着阮哥哥啦，欢迎伊加入上帝大家庭。好，我来报告，通知甲报告，咱未报告的大声，咱来读
今仔日的金句吼，这个是真重要的一句话吼。咱头仔读圣经1到42节，尾后一个，我毋是因为撒玛利亚妇人人的见证，甲来信知真正的救主啦吼。来，咱来读一遍吼。甲妇人人讲，阮当毋是对你的话来信，是亲身听见知伊真正是世间的救主。约翰福音4章42节，请。阮当毋是对你的话来信，是亲身听见知伊真正是世间的救主。约翰福音4章42节。好，我来报告吼。后礼拜的聚会内容，请咱有担任服侍的同工第二吼。教会的消息，今仔日真感谢林碧堂传道师来主理讲道吼。伊的太太王美淑传道，甲伊的细囝阿如吼，阿如伊嘛伫咱的中间吼，咱甲欢迎。林碧堂传道师多谢请坐。伊是即个台湾广播社的特约啦吼，特约伊两人即马住伫埔里，王秘书传道伫埔里咧读博士嘛吼，博士的课程，欢迎因来全家来咱来讲道啦吼。好，过来，咱今仔日即礼拜开始有迄个店铺的检查，请咱各团客吼，将这个店铺交伫办公室咱的查销员配照甲合理来检查，请咱会长甲会计注意即个代志。第三点，咱的疫情还是高峰期啦吼，咱的礼拜照常举行，请咱兄弟照咱逐人的状况踊跃来参加一体礼拜。后礼拜咱是邀请大专中心的林家勋牧师来主理礼拜甲讲道，秋季议会罗长老会代表参加，过来即个教社部即个带领人的即个培训的课程吼，请咱接协迄个罗语执事吼，过来请咱兄弟为着义中的停车场的奉献来奉献吼。后来有登记新眼光的，请你去办公室因领取。咱的圣工分担表嘛有印好，嘛有电子档吼。咱希望咱兄弟多多利用。后礼拜咱要来举行7月份的庆生吼。若名单有错误的，请向主会执事来更正。咱的牧师伫7月份休假。伊伫8月初1要到伫高雄中会的正金教会来上任啦吼，咱真欢喜，牧师更上一层楼的服侍，预定伫8月28要上任的感恩礼拜吼，即个小会甲大合看安怎吼，甲大家通知。牧师休假的中间，若有紧急的代志，请咱向当地的长老，也是其他的长老来协助。台中中会已经派民族路教会的杜国钦牧师来兼代独行小会的议长来监督会务。伫即个昨日吼拜五，已经完成即个议长的移交的手续。伫即个无牧师的中间，我咱兄弟伫遮的部分，注意咧讲道的安排是咱的大义长老、罗长老，周报的刊登是尤志良长老，拄爱读经是正业长老 ，RPG 的祈祷的事工是陈木生长老，这丰和贤的事务接协拢是陈木生长老，其他的事工咱拢照安尼来进行。望咱的兄弟。伫即个无牧者的中间，时常祈祷，甲主结连。小等下，妇女团契也有聚会，主理是我本人。8月初6有妇女主工部会伫迄个
成长、生命成长营吼，伫即个忠孝路的旧堂请咱妇女踊跃来参加。社青团契，休等的礼拜煞游园有聚会，是12使徒的分享。兄弟团契，伫昨有开始新的读经是使徒行传。昨的读经是叫做使徒行传，其实嘛是生命的行传。欢迎兄弟来参加，袂歹吼。兄弟团契较早的印象拢是食较耍啦，袂歹吼。就我老实讲的吼，在今年开始会长无简单啦，带大家读马可福音，嘛互阮读了啊，嘛互阮读了啊，阮是用现代中文译本啦，所以讲渐渐我对兄弟的团契印象有改观啦，开玩笑吼。因为都是团契的需要，咱读圣经读了有较好无？我嘛毋知啦。总是有读有惊气啦，袂歹就拢伫遐读圣经，无做真济解说，互大家的感受伫遐分享。过来，青少年团契后礼拜有聚会，主题是说书人啦，过来因要旅游踏青即摆的少年拢用群组啦有消息甲你联络就好好，厝海读经，即个主基班会开课有唐知恩牧师来主讲这个时间咱会当家己来选择过来少年团契7月份会休热注意到因为游园即个疫情的关系咱还阁暂停因为咱的细囝疫苗拢还未注了真好势。过来关怀协会新的一期7月初5要开始，希望咱兄弟踊跃来参加。具体的关怀，咱差不多接到真艰苦心的消息，咱的退任的长老刘松吉长老伫下载王主温调，志良长老要协助咱的家属去处理这个身后事，希望咱的兄弟为着这个家庭来代祷。这粒我要邀请咱兄弟姊妹站起来，咱为着这个身体欠安，这个咱牧师要到高雄来上任，也是你知会当三体祈祷的，请咱开嘴开声，伫这个时间咱来祈祷。求主帮赞，主，阮感谢你，伫新的日子，你互阮生命日日更新，阮大声对着圣歌队来学老主你尊名，因为你的性命，你的慈爱比性命搁较好，你时常眷顾阮，眷顾阮的灵魂，眷顾阮的身躯。主，阮为着林牧师要到伫高雄新的事工，主求你帮助因，互因伫即个月安息的日子，互因的性命得到更新，互因的全家得到新心灵的透放。主，你的气力充满伫因全家的顶面，伫新的禾场。有新的愿望，甲新的看见。祝你继续带领牧者伫头前的路站，你一路甲因三队，恳求你帮助因，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确诊者、资本自伤、消费者，以及在做未来的变现，以及侪。因为武汉肺炎确诊，阮的兄弟姊妹
因的生活上的需要，以及阮彼此的代祷。主啊，较重要的是阮兄弟姊妹，甲主你亲身的结连。无论是伫基林金山的敬拜，也是伫耶路撒冷的敬拜，你拢要互阮有一个新的看见。阮要逐人伫阮的心内，用真心、用诚实来敬拜迄个又真又活的上帝。求你正神帮赞引带，互阮的兄弟姊妹是真实敬拜上帝，毋是敬拜人。因为阮爱先听你，才会当听阮的兄弟姊妹。求你将这款又新又活的生命灌压伫阮的身躯顶。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请坐，请咱来行平安礼，哦。来听你，咱来吟上言的诗513首，愿主祝福保护你。吟诗说，请明碧堂传道来祝祷。愿主祝福保护你。愿上帝荣光天照你，也应主必款待你。愿耶和华常常高高你，守护你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众兄弟姊妹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们。请坐，默祷，请咱电乐大甲利息。